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初2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带大家来关心疫苗的消息。公费流感疫苗第一阶段伫展会开始做啊。卫福部长施水元表示，前2年流感的疫情较无遐尔明显，不过最近因为大家生活是豆豆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啊，所以各界就预估今年寒人流感流行的情形可能会较严重。呼吁有符合资格民众就要赶紧去做流感疫苗。伫上山区东英里的里面活动中心，一早人是叉，拢排队来做公费流感疫苗。以前都在马偕医院打，里长叫我早点打。我爸每年都打的，他们流感也打 ，COVID-19 也打，肺炎链球菌也都打过了。第一阶段公费流感疫苗10月初1开始做，65岁以上时代、照护机构居民甲员工，6个月以上到国校入学进前的囡仔、有新妇女、翁仔爸母、慢性重大疾病风险、学生等，拢是公费对象。第二阶段11月初1开始，对象是50岁到64岁的一般民众。这摆加强准备630万ton4价公费流感疫苗，大约是总人口25%。疾管署甲台北市卫生局也伫初1分别举办记者会，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赶紧来做。前2年那流感的疫情就不明显，有的人潮都已经恢复到将近这个以前疫情之前的这种程度。今年的流感可能会是比较严重的。在前几周的时候还是很低，几乎都没有什么流感病毒分离出来。但是呢，我们接近这几周的时候，它是有增加的现象。这个时候打流感疫苗真的不会太早。我是刚好昨天打一边次世代疫苗了今天打流感疫苗，同一天也没问题。另外，符合肺炎链球菌疫苗公费条件的对象，中央表示，流感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甲 COVID-19 疫苗，只要注伫无同的部位，3种疫苗会使同时间做伙做。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乡间的增加。交通部观光局公告，旅行业出境、入境团体旅游的指引，本地是规定出国的旅客都要做过3档疫苗，不过说是引起业界的反弹。经过沟通了后，政策受改变，是取消做3档疫苗的限制。若入境的旅客若是确诊，这医疗费用是虾米人爱出的？卫福部长施水元强调讲，边境侵开始解禁，原则上是公费出钱会较合理。观光局伫30颁布的旅行业办理入出境团体旅游操作指引，一开始明定出团旅客爱做3剂，不过国文发到业者手的优化反对。业者反映旅行社无公权力，敢会使建议旅客自付疫苗。经过紧急的沟通，观光局伫30暗时更改指引，正式改变取消出国旅客做3剂的限制。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国家，他们的入境规定各不同。有的要打3剂，有的打2剂，有的甚至什么都不用。那这个部分来讲，也容易造成就是我们实际上操作上的困难。修正了指引，出境旅行团敢若限制指派领队爱做3剂疫苗，旅客若是确诊，爱提供必要协助甲安排食大甲交通。另外，伫旅客这边建议投保，一旦伫境外确诊，对采检日起7天内底袂用坐飞机转来台湾，目的地国家若是有隔离的政策，旅客必须爱自付隔离医疗费用。另外，伫10月13开始，咱国开放边境入境免隔离，万一入境的人确诊费用，什么人要负责？卫福部讲，初期原则上就是公费。初期来看，国外也就是说外国籍的观光客要进来，应该不会那么快。首先这一批回来的大部分还是我们的国人，所以刚开始我们仍然会以公费来处理。对着后疫情时代，旅游应该注意的事项，旅游品质保障协会也提醒民众，疫情了后旅游成本增加，更改机票也是大的费用可能提悬。另外，旅游目的地对确诊有无同的政策，建议旅客一定爱家己来投保附加海外突发疾病保险的旅游平安险来降低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边境就要开放啊！不少民众开始规划要出去佚佗，屏保协会就提醒大家，疫情了后，观光爱注意的4项代志，包括机票、甲住宿相关的规范，拢会更较严格，介绍会起3成至6成。出国进前上好是做过3档疫苗，而且嘛要注意各国无同款的防疫规定。咱来看中国时报，根据统计，咱台湾疫情期间，珠江头、
体检的人数一年是减13万人。国中生子公费 HPV 疫苗的人数嘛是比前一年减300分点。有医师就烦恼讲，体检的比率甲注射率拢伫降低，恐惊会增加子宫头癌的风险。咱来看联合报，918地动是严重损断滑动的铁路，台铁玉里到富里目前是还未通车。台铁拟定2个阶段要来修复，头一个阶段的目标是希望伫咧新正进前会当通车。不过列车经过新秀高乱溪桥的时阵，速度就要放较慢咧。那第2阶段是桥内进的强度就要补强，按算要搁2年的时间。接续带大家来关心有关选举的消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成立竞选总部，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拢有去现场家己斗相挺。另外有风声讲，民众党甲国民党要合作，做伙支持蒋万安。不过，国民党早起甲黄珊珊共台来破解这个谣言。因若去互国民党批评讲，选举是选甲有声无影的蒋万安，伊是回应讲，市民安怎看比较较重要。陈时中，陈时中。会记啊发声发动选，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成立竞选总部，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参竞总主委，前副总统陈建仁拢到场相挺。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最有机会在首都选赢的一次，很多福国利民的政策都可以在首都更有力的来实践。请问各位乡亲，一个武力回天的副市长，又怎能当好市长呢？国民党，他们长期认为台北永远是他们的地盘，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对立、煽动仇恨，国民党就能赢。拜六府选拿了大卡拼场，从去年底选战，也毋过北市拿要合作，红安换万安，风声搁起来。民众党主席国民党蔡英甲黄珊珊同齐破除团言。两个人之间的信任不需要靠同台来证明啦，然后我觉得也不需要搞这些分化，所以不用再搞这种莫名的传言。我觉得他们2个党不知道在急什么呢？我不敢说在政治口水中有什么存在感，但市民认为的存在感才是最重要的。蒋万安也回击国民党顶置批评，选举无存在感，也强调选举爱勤走基层，市民才是上大卡。记者综合报道。离年底大选即马剩个外月尔，拜六礼拜拿赢的大条拢出来斗辅选。新北市长侯友宜伊嘛参加台北市议员张书光伊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不过，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就批评讲，侯友宜伫咧2024年想要选总统，即马搁四界拍拍走，双卡打相准，到时恐惊是双头无前后。新北市的大母鸡来到这边。本身就有真悬的人气，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展现领队气势，30星南下贵阳辅选外志温，初一下晡则到台北市辅选市议员参选人。侯友宜被称作国民党的领头者，也毋过看去辅选也引发联想，是不是因为台北的街舞蒋万安无够强，才会斗三工？这样一个肯做、愿意做，我都会满满的支持。所以万安很优秀，我们互相学习、互相砥砺，更共同提出更好的政见，让大台北生活会更好。年底选战愈来愈瓦近，国民党大卡拜六顶动起来，包含前总统马英九这人全体拼辅选。不过侯友宜的对手民进党林佳龙是批评，看去辅选卡打2条船是会并存的。咱即摆市长，伊咧口里说的是好好做事，啊，心里想的都是2024。所以啊，咱新北市啊，即摆敢若无市长共款，就咧昨到今仔日。咱的市长连去高雄，连去台北。不过侯友宜也表示，双北本来就是共同一个壳啊，不管是交通也是环境议题，拢希望会使斗阵来合作，建构一个北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接着咱来看彰化的消息，年底要拼连日的彰化县长王惠美，30暗时啊，伊去鹿港参加社区的活动。落车的时阵，煞受一个查甫人因为食烧酒醉，手举念日啊，伫遐人来人去。因为离王惠美的车敢若2公尺尔，维安人员是随家伊压制掉咧。因为这个查甫人是已经互警方照妨害公务、恐吓、甲危安等等的罪嫌，以上发办。
伊就是涉嫌野刀啊性的查甫人，3日暗时伫彰化鹿港一场社区活动，互馆长王辉美的随从，甲伊制服，因为当时伊摕着草架啊，金华郡王辉美的轿车，这查甫人也因为情绪失去控制，草架摕出乱比，随即做着压制。因老母伫挂草啊，多早期环境起来，因母也想转去，因可能啉烧酒啉醉了。那对方喝酒没关系，没关系，没事，谢谢。对方有喝酒，还没事的，没事。当地里长澄清，并且替伊讲话，李王辉美是平常心，拜六照常来走行程，随从也拢真紧张。关会人员一直低调咧，唔敢大意。另外，民进党参选人黄秀芳拜六行程满，一天内底连走5个议员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周边的警力甲人员随时保持警戒。不成立，秀芳都会来到场，那也会跟乡亲来报告。那我最近提出的政见，希望乡亲能够支持。妨害公务以及恐吓危安罪，随案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即阵民进党甲国民党参选人虽然拢无申请增加警力，不过警察也落实安全巡捕甲现场警戒，避免资料事件发生。记者宋夏报道。德国国会友台小组的访问团，今仔日早起6点10分，搭华航的飞龙机到桃园机场。头一批到台湾的4个成员，包括台德国会友好小组的主席，也有3个副主席。那其他的成员，嘛会伫咧今仔日下晡或者是明仔载到台湾。访问团会阁甲总统蔡英文，也有副总统赖清德等人，就两岸关系等等的议题来交换意见。另外，嘛甲伫咧台湾的德商甲代表来讨论德国甲台湾之间经贸议题，而且嘛按算会去台南做参访。咱国驻德国的代表贾志伟就表示，访问团即届来台湾，调阅6党交拢到位，无分党派，大家拢做伙挺台湾。罗西亚食掉乌克兰4个地区，引起国际社会议论。北欧的挪威、瑞典甲欧盟拢发表声明来谴责罗西亚，嘛计划制裁罗西亚的新方案。若去互罗西亚吞去的扎波罗热，有百姓的车队去互罗西亚军方的飞弹拍到，造成至少23个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将乌克兰4地区纳入俄罗斯版图，引起国际批评。挪威总理斯托尔表达强烈谴责的立场，支持乌克兰有正当理由对抗俄國軍事行動。Ukraina bestemmer innenfor eget lands grenser, og Ukraina har rett til å forsvare seg mot Russlands militære angrep. 瑞典总理安德森引用国际法批评俄罗斯的行为不符合国际法，认定4地区有关属于乌克兰。Och Rysslands agerande kommer att få konsekvenser. Jag har idag tillsammans med samtliga övriga EU-ledare kraftfullt fördömt den här illegala annekteringen. 荷兰总理吕特也表示，要透过新一波的制裁方案反制俄罗斯。欧盟移民官员是呼吁其他会员国紧速核发第1期签证给俄羅斯公民，封锁有潛在安全威脅的對象入境。不過對申請政治庇護的俄羅斯人無伫這個限制。This is clearly an escalation of the conflict, an escalation of the war, and that means also an escalation of the security threat towards European Union. 日本政府是透过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希表示，要甲7大工業國參國際組織繼續合作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到伫普京宣布並入烏克蘭4個地區的同一天，俄羅斯軍隊對烏克蘭發動新一波的攻勢，其中也並入名單的扎波羅熱，互俄軍的防空飛彈擊到，再有平民的車隊轟燒到，至少有26人死亡。烏克蘭內政部長指控普京是恐怖分子，以有無的流血攻擊來宣示併吞烏克蘭國土的消息。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羅西亞總統普京宣布正式併吞烏克蘭的4個所在，是引起國際批評。學者分析，羅西亞佇戰事是較無贏面，因想要透過軍事加上外交的方式，逼烏克蘭談判，嘛透過這點增加使用核武的正當性，威脅歐美等等的國家。另外，針對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宣布正式申請加入北約，學者認為講北約是無傾向壓關緊張的局勢。
俄罗斯总统普廷宣布正式并吞乌克兰4区的领土，引起国际批评。甲8年前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时阵来比，即马国际情势无同，乌克兰得到真侪国家的支持，国际制裁俄罗斯的力量会加大。学者认为俄罗斯的战术办失败，想要用军事加外交带动国内士气，也逼乌克兰上谈判桌。所谓是什么呢？就是公投动员，再加上核弹来恐吓西方以及这个乌克兰。那他想说用这种方式呢，看看能不能够扳回一城。学者认为，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的领土，增加使用战术核武捍卫国家的正当性。不过，俄罗斯国内民心无稳，尤其普廷宣布局部动员令，征召30万人来作战，有真侪人想要离开俄罗斯。芬兰申请甲边境关起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布正式申请加入北约。不过，学者认为北约应该未想要先管俄乌的局势。美国跟北约对这个应该不会采取模糊态度，所以直接拒绝了，就是怕被卷入战争。当美国跟北约国家对他的援助慢慢已经影响到他本身的经济发展、跟国力、跟军力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强迫乌克兰去接受被瓜分的现状。因那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案，中国弃权。中国上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讲，政治孤立未带来和平，呼吁赶紧重启外交谈判。学者认为，中国安尼施做是无愿意因为俄罗斯得失美国加北约，颠倒互家己的外交处境更加困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看咱国内消息，政府推动2030的双语政策，国编4年100亿的预算，其中的30亿要请外国老师，希望会当提升咱台湾国际竞争力。不过，有学者表示，若准甲外国语言的地位又甲遐尔悬，安尼咱本土语言恐惊颠倒会互看无，而且相关的规划伤过啰嗦，希望政府会当斟酌来做调整。这个事件之严重几乎就是国安级的事件。学者正烦恼，因为政府希望将台湾打造成做双语国家，推动2030双语政策，不过相关的规划可能无法度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让其他本土语言被弱化。它是很重要的国际上的语言，在我们的国家它不是最重要的语言。但是你把它的地位拉到最重要的地位的时候，所以在价值上，你给人民一种感觉，它的价值是超过我们自己的语言，那它自然的就会把它就在这个本土语言上本来应该付出的这个时间精力，跟它应该要有的价值就贬低了。你让那些非英语科系出身的老师来教你英文在数学课教你英文，你的英文会变好吗？学科会很糟糕。当然还有就是。中文也会变差。学者指出，并不是要求莫学英语，但是要有合适的语文相关政策，而且教育现场已经出现外劳现象，比如国文老师的教程是考英文，教程的双语权录取率比一般要搁较悬，这种发展影响是学生的学习品质。如果是美术老师，不是艺术相关科系比较吃香，而是英语科系，因为英语科系它有加一些分数，数学本身就有双峰的一个现象。我如果在数学课又加上用英语的一个教学，那他对于数学的学习是会更好还是更坏？双语的部分让他原本的一个知识是贫乏的，那其实对学生的一个素养能力的一个提升，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伤。经济学者联合发表新册，希望用为语言文化甲教学等全面切入，提供政府相关单位伫双语政策的思考甲调整的时阵，应有更较侪依据。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中嘉病院从1986年到今，协助927个人捐器官甲代替，有3600多个患者受惠。不过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捐器官的人是减真济。咱全台湾等待咧换器官的病人，目前也有10000多人。重点线头前，第8轮出兵选手小翔拍拼冲到位，伊是高雄市警署第8轮出兵的选手代表。去年诊断出得恶性的脑瘤，一直出入病院治疗，一直到最后一摆，小翔因为发烧住院，确实出现严重的呼吸衰竭。为了让热心的小翔为爱人间，所有的人决定捐赠小翔的器官。毕竟是自己的小孩，然后。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可以认同的，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就这样子做好了。高雄中基这30几年来协助927人完成器官大体病理捐赠，也让3600多名病人受到帮助。不过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全国器官者只有200多人，而等待医师的病人却是拢在1万人。
没有机会见到，或者只是短暂的让他们见一下面，所以在这个器官捐赠的活动中就慢了许多。疫情较热，高雄中基在8日下晡举办实体器官感恩追思会，也经由献花感受器官者甲家属无私的奉献，更加希望疫情慢慢降温了后，未来器官的人数搁再增加，互良心的爱该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台湾各地外岛地区拢是侪份较好天的天气，而且是真烧热。伫中昼迄卡岛，嘉义市是柑仔色的灯号，有机会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也若其他的地区，湘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是显示温色的灯号。今仔日日头是真美，观众若是出门都要注意，唔通着晒。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咱来看大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